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收听金光时尚节目。今在节目时间里，请来教收听由徐云之、黄英双打台唱的长篇台词《三线》，请听第9位。李娘娘，为子弟兄当不好，今朝80岁，马上的可就相夫。夜里想到吕郎想来，把我捉弄一回了。据真理会啥事体来，我了没了总为个取向，啥子不是呢？这样了一到压力上等个耳朵的到吕郎想来困着，辰光已经并不是一干，我别个屋里的插起开来叫一个去困，上身边个贴身屋的叫谢春，为这谢春来当心的。到希望里向去清党都要到吕郎向来，我们的敖王等了他吕中给敖王比得商量，谢春12是西吕们随着那时候都不挪啊，一容的门开一开，直到中门跟去，听见中门是哔啵一哔啵那个哔哔啵啪啪。哎呀，不对！假使我开中门出去，当上是可干的主要动儿，也问我啥事体。那么我可以还说句话，还是2、3，这个铃铛不好进来呀，与主要动儿可见呀，这个是不当问题。我再他们铃铛都要进来别几条路。向上一条路压力下500人写这个500人追上，所以中门不离开一开，为得娘娘西来的平行中一个楼梯进了，遇到支好像相对上像一个到个月洞门，这里那月洞门开，进月洞门一个高山洞里向一手推14门，收起他们弄14门开哈。该打出去就是后花园，晓得中原就是西方的天津也看得通的。我爱惜的铃铛不好去花园里进来，高些上不这个条路，这破鬼面去当中要不晓得这个条路。我的门开还么神奇到中门跟随，我是中门开那里出来，下到西方门跟随，要想当门分过吧。昨天李想在当中要分困了雨中动儿把你杠上，刚刚收据个进去，我一把门打开出来，门口的可以，让我来听听，也听不见说李想深悉地步，也不当中要困了这也可以。实在当把后是分困了，希望的商场开了了，离守好了了，西欧里向今日来这个头。望到地浪向一个月亮，月亮的样子叫受人之平心，受人之水门。心里想开心看个月亮越看越好，心里想不喜这么看个月亮凄凉得不得了。月在天边水在后，谁不到阴若为道，千里月光山我笑，地是山我地月好。别出的了让我的听了，听见的你想让上去走开，500人了，谁让当中要一个人。这公路费哇啦哇啦黑的看到一句，所以忙着东家领导想打来了，哒，哎呀，不好了，鬼来了！门当中举车一样，那了举车一么是哒哒之声，叫举哒哒了举哒哒。哦哟，鬼呀，不要来惊吓我！我康修谁是地没伸手，不怕鬼的，天上老君这就是领吃，有些夸张，当我出来用这啥声音不你听听吧？
爹趁我对期待的当时冒着门缝往向一吹，上坡不拉本人高听见轻轻叫喊一声：“啊！”哎呀，不好了，鬼叫了！我问一下，不对，这个声音让喊的声音啊，你为声，两发听见“都要”两个字，一个当字分听见。那是当这个豆豆的呀，不知道哪里打去困，在当要豆娘娘们喊你上去困，我的上喊，我来为地上，为地听着。不要后悔大意不大意，你家大意早已等你去睡了。爹亲一听，我有你弄错的，当时我来喊豆山药的。哎呀，大头呀，这弄错的呀！我不是来喊豆山药，我是来喊大头呀。啊！哎，此去没心当，非心看。哎呀，大门就是看，看不就是道，还在开门呀！哎呦，是臭帮子啊！当么就是看，看么就是当。幸亏得我到四方门归好守好，不然我的食堂的场景呢。这过来了，四方门不开啊，为地听谁？叫我开门不放，只要你说得明白，我方能开门。啊，你不肯开门啊？对呀。给我告诉了你开的啦。叫什么名字是我哪个的？可是不能挂你。你上坡是去龙村吧，要向我讲子，根本谁讲下来？上头呀，根本来几个来听他是。是。当八后起都去到四方门缝缝上，我的一个张师傅忙着门缝缝上下衣服。上头呀，根本小弟来讲不你听啊。好，你讲啊。都要啊。可以这么叫三条啊，可以称，上头要你安心些呀。这位的同样身对看，伢娘也支持你心证明我对我来家庭。纷纷上头呀，哪种写的这个开门呀？一个种闲话分听清赏，一听叫县城以表妹身边我的，不爱开吧？四娃门收起的四娃门嘎噔。县城大灯里向房门关上，我们各都收一收来。大头一往上的，小的几只大头呀，开的一个嘚。啊呀把个笼子拔了喵出来，要想把水这海上拔了手顶淋上。哎呦，我不能害拔了，我个当杯是冬儿当杯那里呀这手顶淋上是不得了，看了身边不动的呀里为手的呀当开把手指来整作业，那么笼子喵出来啊别从我的蛮聪明，晓得你身边不动力了，眼睛实力的立起来，表示当东家。呀的是万国早一生到来后日啊！这种娘娘之命，真来到流浪去，与我得来商量。你表妹叫我流浪下去与我商量。你个妹妹嘛心太急呀！我等了给大家登记也提得了呀。跟你们这应该嘛热里相听我上去个亚比妹该叫我上去做啥呢？你不的愿意啊，我要把你的愿意啊，毕竟兄妹是第二个，
你表到身体里的了。小弟，你去回复你家娘娘。哪家？今宵事关不早，得等来着，我可是等你的了。哎呀，大东呀，我的看起来是你眼里吃不出香，但腰里这个稳稳在。也不是吃了，夜里想不吃不出香的腰里稳稳，真记得。你来想呀，你人不来真都不要的呀。你毛生得给得来，你是个地下人呀。你娘娘是个继母，你到哪可以当头呢？在腰里上去这个。哦，与之欲理，飞针离动灯绿，与耳朵在飞。哦，你说的呀，还发生了该，你说的困上了该的呀，你困上是有些路给我踩着该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到底喷死的，喷上是有些人给我测不个，干嘛没个？干嘛当你的上去再说？我的是我来领你。我拉的后，当你落在内希望，还不吃烟。打出内希望所装一柜红光不会说出去，空房一说，摇动儿看见红光。林子堂不后在希望天津里向也有一个运动门咯，运动门开，进运动门一个咖啡洞，走进咖啡洞，一手吹也是个扇门，手起个扇门一开，我的水走出来嘛，当然跟出来，那门大也大长，邻里火高上过来嘛，该打就是中游，今朝8:13。月亮光交归黑，当不好让美人吧，妹妹听侬上去啥日子，侬没晓得。那么我哪里？我是我的去向什么走？云里的基础雨后翻，随便的那去弄中归不走起啊，也到天下成功了走起的来。他是李洋洋，谁俩要的去？其他是叽叽叽，应景下世。
等啊。是。在我的上去通拜娘娘。好啊。接着我的眼睛上路，走到房间里。娘娘，大东家来在。哦。娘娘一听阿公来着，这么这下来明白，我这玻璃不来呀。两情登楼，二是在。先称重新，回出来嘛，实在无味。大东呀，娘娘请你拿起来。是来了。真的来了啊！领导路浪向嘛，门里呼了一响，大东家进来。啊，你个我的为是第二位是啥？你为是心中哦，你海上当头要进来嘛，我这说是不能进去的，不然嘛马马虎虎打进去了。你海上当头要进来嘛，我不两个当头要来，东儿当北，万一我进去不称呼了，我啥个称呼呢？假使我到进去这上的姨妹，你这婚姻我咋够呢？说起来，哇哎，你说给那无谓，哎呦，可是我算个地动究竟。干嘛我的家东地里这上的二娘娘，结果你表妹说起来哈，阿哥啊，那个谁国的呀？啊，你这背要都始终来叫我二娘娘的，也不对。怎么的哈呢？我来调理张纸来用一用。我进去嘛，我张纸嘛战斗的还是开上进去，跟西开口。离到现在加上哥哥我的姨妹，离到现在叫我我的二娘娘，一个是定好了。哎，进来嘛两个是相似的龙骨啊。娘娘在里口口少讲，孩子被好子地了一个，说都是好叫，来明白，阿公来是有道理。我现在那管不称呼，好进来让我先开口，你跟我姐是来先开口。那么对阿公妈妈，哎呀，做那个爹呢，等你肚子起了开口。想想别对，总归遇到阿公。公公，姨妹，哦哟，好喜呀！走啊，看上去，女兄遇来了。哎呀，公公，十里登雷，推过两腿，为他为人什么礼呀？这单位为人，因为你里都要当我看个单位要记什么礼呀？是公公听到。女兄方是干肉了，上我来不晓得现在妹子被麻油弄两三了，麻油嘛就麻油吧，我呢打出这个稿子啊，上我来两张西木的了一打，木的书这么多出，地方嘛10嘛头，那个在这包嘛肚子出来噻。上一方面，你要做人，你来忙比啥来么子？哎呀，娘娘在里一口口总实想，赶紧插上去。刚出来要不走，给牛蛋在那里做奴才。妹孩，你一本正经，今朝没少客气。今日上来的，我有两声闲话也不能听听，让我提来体贴体贴。公公，姨妹，姐妹得呀，恭喜公公，恭喜公公。你是你当两句，这个我理解没那样的啊。恭喜我了，恭喜我，我有为啥呢？姨妹，女兄孙子都没了，为什么恭喜？为与什么红喜？把皮带来了，这个给牛毛出身体呀！听听哥这恭喜的少，听闻姨妹恭
做家奴。嗨，恭喜我3年应聘做家奴，年纪轻轻做官不容易啊！恭喜你3年应聘，年纪轻轻做司农，恭喜啊，不容易啊！3年应聘做奴隶，没有。后续什么？后续你一打去哟，大地哦。哎呀，一帮家牛别这样，你们好了。公公啊，你可记下？记下此生。都来称赞这绝对的呢，我个人当把我就想了，我4个名叫谁呀称赞我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个什么？在你是深山越壁的拉布我当上次3人我4名叫我喝了3人我当米皮了，来米皮，弟妹呀，好了。娘娘想的错，这个几句闲话了，已经足够你受用的。那哈，我当你客气点点，好客气。啊，哥哥。弟妹。本着十里迎风走。哎。这是高客气，到底姨妹最大不小哦。侬晓得个，把这出面对啊，你要开口门口的，这是两个话，你家长给被人亲妹妹，你再给打来做动儿为啥？你问我啊，他现都是在我的那里问你，我晓得你个脾气的，那么那一我谁说了地头来的便宜？让我先来把你讲上，讲到那几件事情，哎呦，妹子啊，辰光不早的，不必跟我也走着，我就下来。其实，姨妹，公公，姨妹，出家的事，守在敌人归人，两地身子爱看我。都理公公啊。姐妹好的。哎呀，姨妹，对于出家的事，女兄们自然挂念你呀，姨妹呀。微微，他的手。
哟，娘娘先叫我点出来，带阿公看看，那个种闲话啊，也去跟我男人讲的。你跟我男人讲么这样子呢？说起来，因为我男人是独头鱼，我不是独头鱼啊。你地位再给得来，亲自家自己亲我到中间去，为的啥？胖胖我，对对刚刚，平平和。其实你要听我去嘛，何必要马上再给得来？你今后你写一封信归在用人带得来，请我到中间去。就算你人性自家来听我，根本你用不着辈子同儿来听我，你明明在那骗我。说出来啊，哥哥，你们姐妹在想什么？我想哥哥铁壮给背，人心美名，美生的子为了后事，为嘛啊？为丞相呀？不够是，说家是比我屁屁啊！什么英雄为了好事，英雄是一个兵吧？来，怎么出头这句话了？那么来日刚才，看上去该说我为之推下了来的。哥哥，请讲。是，姨妹呀。走不走？本性非常呀，几何谁知谁那中间苍狼的地位了？我是贵妇谁妻子？当中我当不好再别讲，将位于虚名身万空，后内无实际在凶猛，但手问我那都是药。惊人两万人，三手一闹，一个家庄里到处，某日黑月就已实现，一枚定下来不问女兄是一个人，你们呀，都老是讲呀我。老是讲了，才是句话了还。你再给他来做一别的事情，为之就要来，因为我在我问哈，所以来到此地来的。那个种偏少女，收税嘛才子多得不得了，身上的来福了，说几岁，本证明就是罪，哎呀，给我阿公发的，谁说你再给他来就要么，你真可以大大方方来呀，用不到辈子同了来。哎，哥哥，你们，你需要红皮相妹。哎呀，我理不过来啊！怎样呢？哥哥啦，你们，你不要，另开丝袜红皮哟，你真名不露真为人上。
子，哈哈，女兄不讲，请姨妹催这么一催，见见女兄到来后事。我在手里理了你哈，那位置推下来不肯实，眼见我推一推，用不着推问我这些在哪里问，那位置推下来个，那么我哪说吧呢？哎呀，我马上就说，阿哥啊，那位置推下来，不高兴。让我妹妹讲闲话当中吐了吐，娘们自个说出来。啊，哥哥，姨妹，你也见妹催什么一催？是啊，这个，哇！你是才女，是十里可催的是啊。催什么一催呀？哥哥，姨妹，莫非你是家中啊？别说这个，你不是才女啊，是才女才了。说你要是假装给背上给把来偷银上，我来了也不是私在军器与内部之心，不对个，姨妹，我是非，我写的不是个哎，莫非你上去谁在己有你的现在，还是你上气谁在？第二在公司在，那么列为出来再放一个现在，第一位吹下去。莫非你在高中长袖连水地好？哎呀，有才打得来有时间。我是的，不是的，咱们不的眼里不来听听啦，公公啦，你妹。莫非你在此为了个小妹香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被姨妹跟吹入了啊！是为我对嘞，姨妹口记下女兄为哪个担子哦？娘娘气啊！猜到自古里要亲的多啊！哪位少年来为吹下？我阿爷是哪位吹下来？他与我是哪位吹下两个字，我不讲给你的。啊，哥哥，姨妹，你为的他们哪一个？喏，他是情义。很快喜了，我的当中快喜，手快喜把一中饭，2公里香，顶好，地瓜上和一道好货了，这个偶上吹响2字嘞，那么我为啥呢？是啊，女兄为言金睛天我也东楼。
家称在爹兄出对的，不为谁知。我吹响两个字不是，你这个两个字不说得讲。金顶偏我的，钟楼鸟手里。金顶偏我的，这个一句呢，不上一个吹。吹起我动一落，钟楼鸟手里，钟楼的像都是个香，一浪抽起来，我的一个香，不让吹响两字。这个阿哥啊，到今天我晓得，你十对位置吹响了你。他如果不十对晓得来会吹响来了，我不能埋怨了。你地方高女，红门才子，为是一个小女，自己身高马身在给到了，这样也面孔哦，你十对我做哪里吧？根本上客气，今天也埋怨来两下。但是那个我阿哥，我不是那妹妹，雨里还当超风筝。娘娘面孔啊，娘娘。哎，公公。姨妹。你看王空一。哎呀，是我忘了，他马有了，这个长辈马有些辈。王空什么？你是王维。手出名的大孩子，就是我。你那个面孔，啊，你在起来不是还是大孩子啊？公公啊！姨妹，你是放出了世俗真面目，如今谁看得出门下？就不想吹响终究是听一次，他要对真陪你记住啦，怎么不对？从不当你为他自己来主动啦。下吕将日口气下，终让的迷茫被你定修光。哦哟，恨啊！好，妹子啊，你不说心，干嘛为我为难你？去，姨妹呀，是。你与这一日嘛来这呗。兄弟，我去希望不是来出门想。可两天我在哪睡哪里哇？娘娘讲我是为子你害，你为子个小我对在给打来。在你的闲话当中，哎，这个吹响不得了。我这个样子求你做起你不肯。他们拿北方人，与哪里去？你欢喜吹响，我说得来谁是个良心？你也吹响，你这样不着急。哥哥啊，这位吹响用满美，我家婆婆不爱如的让你中来，两下来配神。你去想内生子啊，内生子是干嘛要试试看的？哦啊，哎，那个曲香，哼，
我话为得不人工啊，为打你，姨妹。女兄一直是今日，我们家现在一直在我坚持了啥对的了，当然是，嘿嘿，我个脾气啊，我下入了红玉梦关，不忍算我永不飞进城。我发人我们谁的那不得，总之我要睡，哪怕我睡到那得发小小两鬓看，我哪怕睡到对发刷的了，老的不到推下一对老夫妻手机，不对吗？哈，哎，哦哟，娘家阿哥哇！说你儿子都穿像这样样子来的呀！在这样讲起来，我对你说的话，叫你追，你不肯追的。不呀，你说你等那给到农村房子之余，见我这面孔放在啥地方去哦？于哪里？娘到底在于啊！像这个，让我来用力基础，偏来走起是最高。面孔一两样的，再子走来。啊，哥哥，你比我一米空了，你妹，你当真不爱这吹响？你刚才晓得，不是当中是我的心啊。对呀，女兄是真心爱这吹响。哦，哎呀呀，哥哥，啊，你可追响？真呀，方才姐妹已相猜。不够猜着了，是头我哎。哥哥啊，原来你真心真意的吹响。对。这呀，我在那婆婆跟里西比较，我家去乡看来送兄长，哥哥可恨，当真吗？当真。两类是不能，不是姐妹，我夸大开。这呀，我在那儿跟的一个女生啊，哥哥，白子女身体的自动是很非常当真啊？当真。哎呀，姨妹呀，哥哥，你放心回去吧。姨妹呀。我属于七股神父为梦，姨妹的恩典我永不忘。是应当的。啊，追不追不问，这在理由。听众朋友，刚刚播放的上篇台词，33个地区位是由徐云芝、王英、沙大队唱的。我们先听台词开篇《寄人洞》。